那笔电呢？你看风扇坏掉，没有办法开机啊。滑鼠板也坏掉，键盘也坏掉，光碟机也坏掉，你看电池也坏掉，电池不到12伏呢。风扇也坏掉，最近风扇坏掉，那我就中央处理器吧，这电池啊，看这 USB 的，另外还有那个什么无线网卡，这个是硬碟的位置，这些。你看系统硬碟，这是固态硬碟的，速度比较快。这里面还有无线网卡，还有记忆卡，还有记忆体的，这 USB 的插座。看这么多，这个排线，你看过噪，你看这个风扇坏掉没有办法散热，就没有办法开机。这个滑鼠板也不能按了，不晓得是这边松掉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拆开的时候就是这个了哈，这个小心慢慢拆。那要装上去，可能要用夹子夹住才有力道把它放进去。不容易装啊。如果长一点的话，大概就可以拉了把它放进去。但是太短了，很难操作，可能要用夹子夹。那用拍照的，拍照以后用那个 Google Lens 谷歌智慧镜头来去找看看你是哪一个店有在卖或者维修，哪一家店有在卖或者维修，或者是哪一家的产品用Google Lens 谷歌智慧镜头。完了找到这个风扇在嘉义那边有在维修的，有在清洁的，可能也有在卖风扇的。到底这个是什么厂牌的？5伏特的风扇。